乡亲朋友，福气来了，福气来了，运通福气来了。玉梅老师啊，当气氛福气两杂事。好，因为呢，人生啊，这些有福气，有福气呢，必须要去个努力，要去个运通，要去个照顾自家，啊，才有能力去照顾别人，同别人分享。今日呢，玉梅老师要太老大家分享，妇女呢，好，妇人界。这个有关妇人家问题的，安尼运通、个瑜伽、按摩啦、拍打，妇人家哈有一个胸部，两个胸部，个安尼子宫、卵巢，好，也都带本讲女性哈，母亲最伟大，好，安尼哺乳啊，本身人的。讲生人家本身也生嫩啊，有胸线啊，哈，故说我们看一下人因为压力太大，又冇运通哈，平常的姿势哈，弯腰驼背又唔错，故说人的胸线哈就受阻碍，冇办法排毒啊，故说也哈当多人乳癌啊哈，受到个乳癌症的痛苦哈，因为老师是当唔判的，故说设计哈当多的运通，好瑜伽啦、按摩，希望做的。帮助乡亲朋友，好，故说也哈来请大家听一梅老师哈，用两个双手，唔是用任何东西，用两个手跟两个感觉，好来按摩两个胸部哈。呢胸部呢哈，太感人，你讲胸部太跟细，胸部太跟细哈，冇老健康一啲关系都冇，哈，主要係老好看，人講按尼好看唔好看唔係，呢有。健康的身体就有个气脉气血循环哈，然后强大家哈，用伢优素，比方说伢胸线的伢照片，好，用伢个手指头，按了强强按摩，好，按摩的时候有一些力气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你可以目住合起来，眼睛闭起来，去感觉，安尼顺软，我知道顺软了。好，身体要健康哈，除了按摩啦、拍打啦、哈拉筋啦、伸展，各种追赶、跑、跳、碰，冇同样方法，唔过带来好同样的效果跟健康。好，故说第一哈，所以按摩呀，手打开来，那个腋下淋巴，好，腋下淋巴，淋巴丛呢，是代谢毒素的地方。故说也腋下淋巴呀哈，你要接按你按摩，好，你可以弯曲，好，强的，好，你差不多知道讲，有一些顺软的时候呢，好，慢慢的能够弯轻一点，呀，慢慢上来，个呀。好，乡亲朋友，莫少看人按摩，按你边看电视啊，哈，按你边看书啊，好，你边听音乐啦，你讲生活上的瑜伽，就知道懂舒服啊，因为也懂得需要会气节累积的在这边，会生气啦，会紧张啦，会压力啦，那气节哈，懂容易哈，也囤积在那胸腺呀，故说会造成代谢困难哈，气脉阻塞，气血不通，好，故说用按摩的方式哈，够张来够叶片，好，按你强的，有感觉。你做的时候你可以目住撒起来，好，也是你看电视咩，顺便你开始讲动专心的话哈，目住撒起来，好，这对呀，安尼慢慢的听听的按摩，好，按摩完夜手表下来，好，目住撒起来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你呼吸些手表了呀，你吸气些，你看下数哈，慢慢的数。牙横膈膜、肋骨向外推开，好，吐气放松，好，吸气让氧气滋养支持我们的身体，好，吐气放松，好，做不用享受。好，乡亲朋友，你嘛，我玉梅老师做片啊，这个按摩吼，右片盲按摩，我做完以后，我知道也做片咧，动瘦的，好，动温暖的，够吃到较强。右片我吃到较硬高，较冇吃到按吃耶。故说你看哈，人家本片，你看哈，按呢动简单的按摩，动简单，你讲按你简单冇，大家就会做，好，那你强的按摩，你会知道讲。
也个气血哈。当你很专注的时候，你意念可以带到这里。当专心的时候啊，也吸血，人讲，心到来，吸血带到来，好，你就按呢，慢慢的按摩，按摩，好按摩。你会知道，给一块肌肉啊，气血，我知道它松软，好，慢慢的哦，好呀，它松的喂，一点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按摩时候诶，你老身体讲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因为老师们公哥俩的生日32歲嘅，一個26歲，一個32歲，生日咩安排嘅？唔過咧，頭擺講生日嘅哈，咩有本身也生奶呐，咩吃母奶哈，咩供養也咩供養身體健康，供養按嚟保持。這些醫美老師做瑜伽，好做運動，用正確的方式，好，你就會沿着呀胸部呀上緣哈，啊慢慢的一次按摩，好，慢慢的吐氣。按你做完哈，你會知道個當舒服，好，慢慢的按摩。當簡單的方法哈，當簡單，你持之以恆，當你做就冇簡單的哈。重點係呀，好，也係人按摩完樣片做片，你可以樣片的方法，樣片還唔好按摩，你就單片。按摩完第一個按摩，聽日用拍打。醫美老師會教大家用按摩、用拍打哈，各位用伸展的方式哈，刺激哈按摩人的胸腺、人的乳腺。他們你講講生意老本是生意是難用哈，你就多做個乳腺跟胸腺的按摩，好，你根本還會有乳汁哈，對生意呢，對母奶啊，對。媽媽咪較好，好也係你看哈，也係握拳，牙數哈強強的安尼哈，空拳，好一中間一隻空的，強強的安尼按摩，好，你手可以叉腰吐氣，安尼，好，你會知道個唔是太烈，安尼，你就會知道講按摩到給胸腺當舒服，你可以差唔多算10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都呀，好，你數大開來，你可以數大開來，好，數安尼放好了，安尼胸腺，其實哈，人講到老跟婦女有關係的胸腺，老安尼12條經絡，11條的經絡，人家係肺經，好，肺經哈，胸腺咩老肺經肝經有關係，故說安尼，好，安尼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拍打後去安尼，看醫美老師在數哦，安尼，黏啊呀，108呀，咩胸腺，好，你看有拍打過按摩過拿捏，安尼拿捏，把不好的東西拿起來捏掉，把不好的東西拿起來捏掉，好，安尼都108呀片，要當友好。非常非常友好，因為所有的婦女朋友都要做一隻動作，好，慢慢的不用輕鬆，好，也溫片了哈，也一片搞過，醫美老師就不多說了哈，用按呢哈，打開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過按呢拿捏，手尾可以不用下來按呢拿捏，好，按呢非常好，好，也係也胸腺的部分哈。做完以後呢，人樣啊，人做瑜伽的伸展跟按摩哈。你要看醫美老師那個骨盤抽張來，左邊右邊，左邊鬆右邊，好，鬆後去哈，畫圈圈了哈，安尼放鬆，吸氣來上來，用下肚臍，你看下肚臍來上來，好，慢慢的轉開呢，不用輕鬆，吸氣，肚臍來上來，吐氣，不用輕鬆，好，只用兩個胸部挖開呢。好，用按呢用運動的方式，好，按呢按摩機，好，主要就是鬆到胸部，鬆到左邊，來上來右邊，不用輕鬆，好，按呢多做幾下，好，吸氣，吐氣，吸氣，吐氣，好，人手咪可以不用了呀，好，用膝蓋用人胸部去繞圈圈，好，你沒用胸部繞圈圈的重點係用人丹田的力，人氣脈。來上來，丹田的力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個反方向了哈，右邊上來，左邊，你用肚子的氣脈，不用輕鬆，吸氣，放鬆，吐氣，用安尼肚子的安尼力量，好，去按摩，
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好，这样你要当简单了，你看电视没可以，好，你就刚开始冇按手，好，你就慢慢的一吸的做手气哈，你就按你好扭，然后。你老男人生来冇胸腔，所以胸部很容易出问题哈。个也下腹部，肚子哈，胸腔是做子宫、卵巢、子宫啊、卵巢，好，还生宝宝的子宫哈，还孕育宝宝。各位天下的女人，母亲最伟大。好，我说胸腔按按摩，好，按摩，好，胸腔顺时针。顺时针跟逆时针，同乡亲朋友大家分享哈。腹部按摩、腹腔按摩，除了对子宫卵巢有帮助之外，你看当到什么呀哈，月经来啊，或磨损啊，或舌头啊哈，或气脉不通，你是用按摩的方式，用按摩的方式，佫还有一个附加值，当好的效果就会它唔会便秘，你唔会便秘啊，毒素排出去，你就会规个。好，你就慢慢的按摩，慢慢的按摩，慢慢的按摩。好，胸腔顺时针过后逆时针，胸腔腹腔哈，妇人家都市的经络啊哈，气血呀，好比男人哈多200-300条。好，老男人的构造冇胸腔，故说喊他疼惜哈，更疼惜，更照顾什么的腹部。好，胸腔按摩，按摩完后呢，胸腔拍打，好，胸腔拍打。好，玉美老师放起来了哈，放起来。老太家讲，手电拍打唔方便去，玉美老师教大家放起来去拍打。你拍打去哈，你可以脚微微的踮脚，好，你胸腔按呢，好，胸腔按呢，上下，拍打呢对腹腔啊、腹部的经络。拍打的意思就是老牙吸血了哈，牙吸血。好，引到这个地方，好，拍打，松一松，好，够不用讲松，好，够手啊，好，也系对子宫卵巢的照顾，当简单啦，拍打去哈，拍打去，人肚子啊就会较瘦啊，也循环做较好，做较唔会长子宫肌瘤啊，较唔会长喺异位膜的哈。够做完嘢，像玉美老师讲，按摩拍打完，够按摩，够用身体的力量哈。大概讲，要像打果汁哈，慢慢的磨，用身体的力量慢慢的磨。好，你看，迄没按摩多呀？好，按摩，左片、前面、右片，哈，慢慢的，好，天天的按摩，动作哈，你用身体的力量，好，慢慢的按摩，好，由右到左，左到右。好，你这上面呢，打果汁打，然后肚方的东西哈，累积的毒素排出来。乡亲朋友，有老玉美老师教下做嘛，当简单的动作哈，拍打、按摩、追赶、跑跳、碰，只要对身体好的方法，马该一日做一些的，好，不论什么哈，都老还可以保持很好的气质，很好的健康身体，很好的气色。好，今日好好运动就到了，谢谢。